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初7，申命记6章17节安尼讲：耶和华所看做正直、最好的，你就行伊，互你通享福，阁通入去得到耶和华对你的列祖所咒詛的好地。三甲来祈祷，爱阮做正直最好，互阮通享福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公义的至高上帝，你是慈悲怜悯的疼痛天父，主啊！你照你的话，互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临到阮，主啊！你的话要将阮救活，阮伫患难中对这得到安慰。求你用你的话，互阮的脚步稳当，无用阮什么罪恶关合阮。主啊！我要照你的话来行，主啊！你爱阮遵趁你的旨意，行伫正路。主啊！你所看做正直、最好的，阮要着行伊，互阮通领受你所赐的福，阁通入去得到你对阮的列祖所咒詛的好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